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8月19号台视11点台记新闻。新闻首先是一个现场的消息咯，这场大雨是传出了灾情，这是民众有塞车经过宜兰苏花公路134.3公里的所在，乡路边一丛大丛树仔所倒落来，规台车锁起互伊牵着，来弄了真正力。头前的挡风玻璃碎去，甲车顶驾驶甲乘客拢惊一条，倒去这树仔搁翻伫路中来阻碍交通，可能加载事故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咱详细情形被透过连线，请记者洪志云来跟咱讲。好，各位观众，透过民众提供的行车记录器可以看到，在黑暗中大雨是下个不停，那整个挡风玻璃上面都是一点一点的雨水哦。突然从左上方一棵路树突然就倒了下来，树梢的枝叶跟树干应声砸下，那车辆被砸到是还晃动了好几下哦，可见撞击力道是有多大哦。那树倒之后，车辆其实并没有立刻停下来，但是仔细看，车子的前挡风玻璃瞬间就出现了裂缝，挡风玻璃是被应声的砸坏了。那车壳跟车身其实也有不少地方有受损凹陷的情形。这起路树砸车的事故就发生在宜兰苏花公路的134.3公里处哦。一名胡姓驾驶载着一位乘客，那就经过了这个路段，结果这棵树疑似是不敌大雨的冲刷，是直接就倒了下来，正中下方车辆，把车上的驾驶跟乘客都吓了好大一跳。路树也一度阻碍了交通，警消人员获报立刻赶到现场清除倒塌的路树，所幸整个事故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上为掌握资讯。好，咱感谢记者带予咱上新的消息。另外，台北市长郭文铁甲郭台铭、王金平的桃园会面破局，想要到郭文铁的人民册退战数嘛继续增加。18天落来，官方的人民册退战已经是达到9万多人哦。就连郭文铁的太太陈佩琪人民册嘛流失差不多有9000多人。郭文铁下早也针对着相关的议题甲代志接受访问。我你们都是记者，这样讲不好意思。那媒体应并不是自由业，变制造业啊！到底每天这消息从哪里来？我怎么知道？一起为了来。所以现在这个消息，你觉得就是有人是刻意放出这样的消息，故意要挑拨你们吗？也不一定是刻意的，反正制造业都是随处随地每天制造新闻的嘛。我至少我没有听到任何跟这个有相关的讯息。所以你现在还是希望郭台铭出来选？哇，但是一样嘛，他一些缺点，他还是要解决啊，不然他被人家贴董建华2.0，他也是一样，也是会败在这个芒果干之下。我看也没有办法。你这个礼拜会跟他碰面吗？因为时间上面好像不太多了。那这个叫幕僚去拍看嘛，不晓得。你觉得他现在这样子一直拖，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在顾虑什么？那你要问他怎么问的？因为你们听说刘一彤也跑了是不是？没有啊，他休假，他休假，所以他也是取得那个不在场证明就对了。你是听谁说他跑了？不然听说他说花旦给他说，他已经去度假去了，度假2个礼拜，关键时间消失2个礼拜。所以你觉得这代表是你们3个人结盟有一些变数吗？不晓得，这个反正是这样的，顺其自然嘛。我昨天讲的嘛，如果社会有需要，它就会出现；那如果社会没有需要，你怎么凑它也不会出现。但是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社会有那个需要是没有错，问题是你这个组合是不是有符合那个需要？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讨论的。那你觉得有符合？那所以是这样嘛，这个是这样，也不会100%一开始就符合嘛，所以有些该修正或者该讨论还是要处理嘛。像你脸书粉丝页目前已经18天掉快10万粉，上次是因为民众党，他这次掉粉跟波网的这个组合可能不被交易。我觉得应该是民众党那一路下来的，因为这些纷纷扰扰应该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事实上很多人也是因为蓝绿都不喜欢嘛，这个以理由支持但是老实讲在现行的宪政架构之下你要尽力而言，你没有政党，你还是没有办法处理那个不分区立委，所以有时候还是会一个叫实际上的困难。那也因为这样，有实际上的困难，你还是会失掉一些支持者。这个就是没办法。那跟过往之间会不会也导致有一些？我想
下面赶快是一个上新的消息了。最近这几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一直拢落大雨，不过每暗呢拢是会小可的休一个。彰化溪酒店这板头里、丰隆里街这个所在哦，就出现着几落百只鹰仔做伙飞真假的情形。不过鹰仔呢多，白色文嘛多，当地居民拢唔知要安怎才好。详细情形咱要连线记者陈碧中。有好多，这4、5层哎。好了，近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呢，大雨不断，但每晚雨势较小的时候，在彰化西湖便头里就会出现数百只的燕子在上空低飞，齐聚在电线上。那么数量呢实在是太惊人了，民众是拿起手机来拍摄，但没有太开心哦，因为当地民众呢不但受到了雨弹的袭击，同时还得忍受屎弹的攻击。不过路上呢一点一点白白的，就是燕子的排泄物。那么甚至呢停在路旁的轿车也遭殃，民众只要出门就会被滴得满身都是。什么动作不可以做哈？嘴巴不能张开。还有嘞啊，对啊，这嘴巴不能张开。那个电线换电的啦。为什么嘴巴不能张开？因为吃到鸟大便。好，燕子出没地点呢就在彰化西湖镇红农2街这边，而会出现这样夸张的场景呢，生物专家就解释了，主要是附近呢农田湿地多，农民呢施作农作物，原本虫子就多，而平时呢燕子也会经常在这边聚集，那碰上下雨的空档，燕子大军才会整群出笼，外出要来捕食虫子，才会出现这样的夸张奇景。主播，好，咱感谢碧中带给咱上新的消息。香港反送中运动继续炭烧，传出讲有不少香港学生计划要到外围来读册。对着这件代志，有大学的教授也建议讲，台湾应该和领导的关怀甲协助，提供香港学生优先奖学金来台湾读大学。学者认为讲，过去爆发这历史天安门事件，当时美国就针对着无想要回国或者是讲有政治问题的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等等。即马台湾嘛对着香港提出同款的措施，吸引更加侪优秀香港学生来台湾。某大学的教授校长认为讲，伫咧反送中运动之下，若是爆发着这香港学生呢，拢去外围来读册，比起着欧美国家，台湾的生活费、学费比较较低，较有优势。中正国防干部有被学校去年10月份发生着这个文职老师集体呢来控诉着校长、教育长甲政治主任的这个案件。军校老师来指控讲，学校的伫咧参会当中，定讲指名爱找女主管陪伫个边啊。而休困期间，按照规定学校爱有3名领导军官，必须有其中一个人爱留守。不过3个人定拢当时无伫咧学校内底。而国防部甲参谋本部调查了后，将3个人当时进行戒，并且调职来处分，也创下着军校3个长官当时互人调职的第一例。中正2校是培养国军军官的学校，去年10月，校长、教育长甲政政主任说服真济老师指控，原因就是学校办参会时阵，常常指名叫查某主管陪因。另外，按照规定，休假的时阵，学校的3个领导军官，其中1个人一定爱留守，不过3个人却常常拢无伫学校内底。国防部调查了后，嘛决定要临时调整。国防部非常重视，也组成了专案小组进行行政调查。调查之后确认有部分的行为失当，给予适度的惩罚，并且调离现职。方指控行为无妥当，3个人拢互处罚。校长陈家生降做国防部的人资处长，校长做无10个月就互换掉。教育长转去空军，政政主任嘛降做后备指挥部的新闻组长，创下中正2校3个领导军官头一届做伙调职的咧。这些干部的要求上面也会比较高标准。那的确是这几年来，比较少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去年7月，中正2校才发生学生车病有人受重伤死去的事故尔，接落来，佫出现几件文职的老师对军方领导干部的检举甲指控的案件。迄当阵，国防部长严德发要求参谋总长李喜明落去调查，希望用相关的标准来互学校赶紧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要转来去新竹南寮拍卡圣地宜兰天腿外海，18岁下晡时发生着火烧船的事件。当时呢，这乌烟呛真悬，加袂少民众拢惊一条，船顶甚至也阁有人无走出来。火呢有一阵仔是倒了真严哦，互海巡人员无法度来挖去。不过上尾被困的3名船员甲船长也顺利被救回来。船长真心疼，伊讲这初步估计损失大约是超过上千万。
海巡人员有所想办法要离这只小起来，渔船较晚咧，落尾成功互船顶的外国渔工跳过来，不过船长搁伫船顶。快点！船长，太危险了，要走！搜救人员大声叫船长赶紧过来，因为火愈来愈大，就要烧掉海巡人员啊！开水！搜救人员甲人救回来了后，就随泉水拍火。代志发生伫新竹有名的拍卡景点南寮宜兰天梯的外海。18号下晡1点外，雄雄出现几粒公车的乌烟，互民众惊到，火烧甲足猛，互海巡人员无法度离渔船伤远。不过尾也是甲船顶的3个印尼渔工甲一个台湾船长拢救回来。可能啊，偌济？1000万的。船仔那刚会当修理？那无可能啊！这届损失成千万，船长嘛讲，伊讨海讨这么多年，头一届拄到火烧船的意外，火可能是为船的副机烧起来的。详细原因搁爱调查。好佳在这届意外无人伤亡。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17号要暗暝，有一个查某囡仔徛伫人伫咧行的道路，挡伫路口，无爱互一台白色的箱仔车来经过，驾驶去噗一直起喇叭，也引起着过路人的注意，嘛造成着交通呢是太个真严重。警方到现场调查发现，讲原来是男女朋友伫咧冤家，女朋友上去落车，挡伫个查甫朋友车的头前。虽然讲事后双方拢离开，不过查某囡仔的行为除了有可能含着这妨害自由，嘛违反着交通法规，会去互人罚300块。穿白衫的查某囡仔徛伫咧路面，甲一台白色的车砸咧，红灯转青灯了后，白色的车无法度驶进前，驾驶一直起喇叭。喇叭声是起甲大细声，这个查某囡仔唔让就是唔让，白车佫一直向前驶，差一点仔就要甲弄着，看起来是真危险。这个查某囡仔用身躯来砸车，其他的车拢爱驶过这台白色的车，才会当驶进前。一台轿车打要倒挖出来，超工停落来看发生什么代志，因为这个查某囡仔的行为实在是伤悍。造成别人不便就是不太好。代志就发生伫咧17号尾暗仔6点半，台中南屯大屯路甲大屯17街口，一个查某囡仔咧动车，造成交通的困难。经过了解，才知影原来是男女朋友伫冤家。男女朋友冤家，冤家，查甫开车要走，查某伫遐挡伫青阳灯，无要走。罔顾其他用路人的那个权益，处罚新台币300元。警方表示，砸车的行为已经属于刑法，妨害自由，驾驶有来提告，警方才会当依法办理。不过，交通法例来看，这个查某囡仔确实已经违规，会当来处罚300块。最后，警方到场，这两个人拢已经离开。只是男女朋友冤家是难免的代志，但是冤家路人，唔若家己危险，嘛会影响其他的人。记者综合报道。这是昨晚中南部雨落袂煞，可能因为安尼高雄就有公车失去控制，冲浪分隔岛。有一台东南客运的公车18号下晡经过凤山中山东路，因为讲路面真淡嘛真骨，佮再加上司机打动时阵无注意规台车直接去冲浪内边分隔岛，弄了真大力。毋若讲甲这树仔弄断去，车顶有一个印尼籍的查某乘客嘛，因为安尼喙齿去弄断去。这台公车本来好好驶伫路的，想要到经过路口的时阵，雄雄失去控制，挖90度，直接冲去安全岛。公车的零件线甲规涂卡玻璃嘛吹起，路边的树仔嘛互弄甲断去，都伫车的下骹，看会出来，迄当阵真正是弄甲足大力的。动一个动的声就起安尼尔。车祸发生伫高雄凤山区的中山东路，18号下晡因为落大雨，驾驶经过路口可能路伤骨，打东仔的时阵，规台公车直接弄去安全岛顶的，附近的民众拢看一个眼气。警消人员接到通报了后，赶到现场，拿做交通管制，嘛赶紧甲一个受伤的乘客送去病院。好佳在敢若喙齿断去，无生命的危险。这届车祸嘛，互车顶的乘客拢惊甲神魂未定着。公车的速度大约40至50，看到前面有变换红灯的情形，本来是轻踩刹车，然后结果发现刹车可能刹不住，所以就急踩刹车就往内偏。
落尾警方对驾驶座酒测无啉酒赛车，车祸原因警方会搁进一步来调查。另外嘛，呼吁民众最近天气无啥稳定，路会较滑，唔若赛车的细哩，慢慢甲别台车离个伤晚，才袂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事事行行，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关心的是，台北市出现着今年第一例本土的天狗热。疾管署就证实讲，这是一个大约30岁这个查甫人哦，确实是去得到天狗热。追踪着伊活动的地区，除了讲工作甲徛家是伫咧大安区以外，可能感染的期间，伊还阁进行到台南、高雄、基隆甲九份。疾管署将进一步来调查厘清伊的感染源，而统计到8月17号为止，国内拢总累积74例本土的天狗热，另外呢，外国移入的这病例更加是有314例，这也是最近这10年来同期上悬的。就是预防登革热在扩散。李长带人去拜访东区所有店头家，提醒大家要消毒，因为伫大安区建安里这搭位啊，出现今年台北市头一个本土天狗热的病例。因为我们是水烟式的一个喷剂啦，哈，如果会有担心有那个味道的话，麻烦就是可以用布遮盖起来。疾管署证实，一个超30岁查甫人，15号开始出现规身躯酸痛、发烧这症头，互医生看了后，长期人也是感觉无爽快。隔2天经过检验了后才确诊，目前也看不出来是倒一型的天狗热。这个查甫人住伫台北市大安区，嘛伫附近上班，可能防话着的这段时间，伊捌去过台南市甲高雄市兴达港，嘛有去过基隆庙口夜市甲新北市的九份啊。疾管署会进一步来甲感染源查核清楚。因为他健康情形良好，我们要求他自主管理，去了解他的活动地点有没有停留超过2个小时以上的地方，去做相关的滋生源的密度的调查。统计到8月17号，国内拢总有74个本土天狗热的病例，为外国入来的更加是有314个例，是这10年来同期上济一年。目前相关的单位已经启动防治的工作啊。这回伫人真济大都市出现天狗热的病例，嘛，互民众的心内拢足烦恼的。提醒唔若爱做好防蚊的措施，若是出现可能是天狗热的症头，嘛爱赶紧去互医生看，做通报，避免疫情摊开。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中壢再度得到全台湾酸雨第1名，环保署委托中央大学针对着去年全台湾酸雨浓度大调查，结果发现讲，这北台湾甲其他地区比起来，全年的 pH 值是达到4.66到5.38，就伫要变成酸雨的这卡到位啊。其中中壢全年平均 pH 值是来到4.66，已经达到着酸雨的这个级数，这酸度就亲像是一杯这个卡毛豆汁，而且就伫去年2月初3这一天。雨水 pH 值更加是来到3.79，也就是讲，白苏那类往汁为天顶倒落来同款。空气中的这些制酸的因子，像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新竹、中壢跟台北都差不多，但是中壢这一边钙离子的这个浓度相对其他地方就比较低，也就是说它的综合的效应就比较低。环保署委托中央大学针对去年全台湾酸雨来做调查 ，pH 值若比5较细，就是酸雨。其中桃园中壢全台湾上升，去年平均的 pH 值敢若4.66，甲一杯卡马豆汁差不多。来看全台湾雨的 pH 值，中南部甲东部情形拢也袂歹，毋过规个北部全年 pH 的平均值4.66到5.38，尤其是透东北季风的时阵的蒙蒙啊雨上升。酸雨比较有可能影响到呼吸道，例如像可能引起哮喘啊、过敏啊或鼻子过敏。如果碰到皮肤，还是可能怕造成角质层啊，或是皮脂膜的破损或是损害。那这时候皮肤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容易会有干痒的情况。虽讲全台湾酸雨的情形有咧改善，不过上好也是莫去压雨。若是压着雨，就赶紧拭雨打，才袂压着酸雨伤害着皮肤。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的厝顶最近正伫咧进行防水甲隔热的工程哦。厝顶防水顶已经扣起来，不过受到这连日来大雨影响，室内嘛伫咧落小雨，机勘室甲办公室就严重来漏水。管方人员虽然讲用塑胶锁啊将这个漏水区也甲伊围起来，不过呢无现场的管制，同款是会当伫内底看册啦，或者是讲看报纸。民众就烦恼讲，若是有人厝着受伤，或者是讲这天棚挡袂牢，全落落来去缀着人，安尼什么人？要来负责。滴水的声哒哒滴滴，图书馆内面漏水真严重。官方的人用锁仔围一个区，椅仔顶过来搭告示，涂骹囥的嘛拢是接水的水桶。
额头一看，天棚骨落位拢已经掀起来，放厝的架仔顶嘛拢来盖塑胶布。岸边仔一看，民众就坐伫漏水的所在看书看报纸。洪批评安尼看起来感觉真无好，若是有人受伤，是啥物人要来负责？漏水的所在，就伫咧台中大墩文化中心，实际来到现场，也是一直咧滴水。工作人员赶紧来铺布啊！这几年只要碰到落雨，就一定会漏水。市政府文化局有计划要来做厝顶防水甲防热的工程，按7月开始做，预算10月底会当来完工。想袂到最近拄着西南风，连续落几日的雨。雨水就từ打咧做的风水站的厝顶来流落来，造成外口咧落大雨，内底咧落小雨的情形。台风季节就在眼前，我想应该做更完整的施工规划才是对的。市议员批评文化局做代志真凊彩，选一个风大的期间来做工程，根本是明知影会落雨，搁挑意搁烫雨衫，互漏水搁较严重。待会我们就会整个区域封闭，也会寻找一个替代的空间，让民众来继续享受这个阅读的权利。即马工程期还阁剩2个多月，市政府文化局已经指示要加强改善，袂阁互民众伫咧危险的环境当中。镜头来到云林古坑149架线27克的所在，受到大雨的影响，边坡崩起，石头一直落落来，造成两边的路封起来。好佳在无传出灾情，县政府嘛随派人甲机器，按算伫咧19号中昼12点以前会当来抢通。另外，草岭江湖村因为土石流达到红色警戒的所在，有先来刷离开避免危险的人，目前拢已经安全转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其他消息方面，台视新闻特别客话，咱来看到台铁进前被体检讲有差不多文化，定定差一点啊无要紧，结果地数着万分的几率有较悬。即马有民众坐车的时阵，嘛拄着差不多的这个车次号码，一时间煞唔知影讲是毋是要上车。原来这是乘客伫月台准备要坐185号的这个班车，不过火车顶头煞是显示184，就差一个号码。明明无见到月台，到底是毋是应该爱坐？互真侪人是安尼雾煞煞。后来呢，也阁需要由政府人员出面来引导。而台铁表示讲，因为火车进站了后会定时来送电，会先显示顶一班火车的这个号次，需要火车长定心操作。可能是因为讲操作的时间产生时间差，才会互民众想分不清楚。你写185跟4呢？我写184到底是不是啊？列车的号码差1号，可能就差真济。民众烦恼讲坐唔到车，伫月台顶悬安尼看来看去，等差不多5分至10分钟，这个号次要是同款无变。甲看电子显示器顶悬，说如果是甲车票顶悬同款的185次，这到底是毋是爱上车咧？一直到远景来出现。站务人员有咧斗法，即声民众才放心啊上车。有人反映讲，已经连续2天拢拄到即款情形。台铁进前才互人体检讲有差不多文化，差一丝啊无要紧，即便是差一个数字，互民众安尼分袂清到底是安怎。成功送电以后，它出现的是旧的资讯，就是台北过来的，那就是要经过我们列车长在车上再重新调整。关机、开机调整以后，它才会出现185次。直接去柜台就好啦。就还是要跑到柜台？对啊，可是要看列车赶不赶得上时间啊。因为我大部分就是会先在月台上确定好时间，然后是哪一个月台，时间到下去。我从来没有去看过车次。我是觉得无伤大雅。原来是民众到月台了后，列车入站送电，列车长就要定心来操作这个号次。台铁解说讲，凡是是改号次的过程内底有时间差，才会予乘客来造成误解。记者综合报道。下面是一个上新的消息，连日大雨造成高雄基山木瓜出现着损害情形，高雄市长韩国瑜下早也特别前往来了解着受损害情形。现场上新的状况，咱做伙来去看卖咧。然后市政府也都有在做相关上的一个补助这样的作业，那也可以跟公所这边来联系，或跟农业局来进一步上的了解。以上，谢谢。市长自己看了是不是相当不舍？因为这个木瓜农等了8个月到10个月要收成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木瓜都已经长好了，要卖钱的时候，遇到连续的这个豪雨，我想瓜农的心情真的在滴血，心情是非常难过的。而且在产地目前木瓜的价格不错。
现在损失惨重。那而且灾情可能等到放晴之后，我们再做调查，还会持续的扩大。现在我们对农友的部分大概分成2个部分：第一，我们在现今赶快请农民朋友受到损失来申请；第二就是肥料。肥料方面呢，我们也来补助。我们政府能做的，就尽可能让农民朋友损失减低。那我觉得农民是靠天吃饭，所以农业问题，高雄市政府这边一向都非常的重视。我们希望农友能够这一次的灾害之后，能够赶快恢复生产力，好吧？市长有名嘴说，市政会议都延到礼拜4开，这一点你怎么回应？现在这个黑高雄市政府已经到了夸张了，我们从来也没有星期4开过啊。我们都是星期2啊，如果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延一天星期3呢？怎么可能延到星期4啊？这些所谓的名嘴，到底了解不了解高雄市政府的运作啊？还是有道理就鞭子3，没有道理就3鞭子，反正拿了鞭子就往高雄市政府脑袋上劈头就痛打，打完以后也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也不用负任何道德责任，骂了高雄市政府以后再说，结果讲的都不是真实的。我们什么时候礼拜4开过？没有啊。礼拜4是国防部的举光日啊，我们高雄市政府市政会议什么时候开过这个？我觉得这些名嘴讲话要有根据，尤其都是新闻界出身。新闻记者第一条信念就是查证2个字嘛，你也不查证，先骂了再说。我觉得太多事情对高雄市政府来讲，今日要转来去台中市举办第1届台中购物节，18号中到截止发票登录。当天下晡4点进入活动的最高点，要抽出的上大奖，也就是价值1000万的厝。而得奖的是一位厝住伫丰原的王小姐，伊接到电话通知的时阵拄好伫咧坐计程车要转去厝里，一开始佫唔敢相信，不过知影讲真正得奖了后，伊就讲一定要请市长食饭。王小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吗？他只会自我中奖啊！所有的朋友给他一个回应，好不好？无毋对，这毋是骗人的，真正是台中市长罗秀燕，甲伊讲电话王小姐，就是即摆台中购物节头奖，抽到价值1000万的一间厝。我是从那个加工行业的会计。加工事业的会计小姐在搭车哈，搭计程车，你要不要直接请司机开到台中市的？是啊。得奖的是住伫咧丰原的一名王小姐，伊去旅游，旅行社甲伊讲会当用发票来抽奖，想袂到真正就得奖啊！接电话的时阵，伊人当坐客停车要转去，实在是唔敢相信。主持人佫叫伊归去坐客停车，直接到市政府来领奖。伊佫笑讲爱来请市长食饭。有要请我食饭无？请大家食饭无？如果是真的可以啊，我跟市长知道是我的荣幸啊！哇，掌声鼓励！台中市头一遍办购物节，时间总共是6礼拜。进前广告，伫咧北屯区四平路，差不多38平，2房2厅的一间厝，佮挂停车位，就是即摆购物节上大奖。18号会抽奖，互活动进入了最高潮。即摆台中购物节召集了差不多2万名的店家来参加，消费的金额达到25亿。市长罗秀燕讲起来是真满意，讲明年佮要来办抽奖。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呢是旧历的7月10啊，就游客反映讲，伫咧要暗暝日头落山的时阵，伫咧动物园哦，曾经听到叫了真凄惨的声音，感觉呢鸡母皮拢藏起来，这敢讲是去拄到什么歹物呢？其实呢去了解了后，发现讲迄是一种白暗狗的叫声。你是听，敢若感觉讲这耳孔叽叽叫，啊是要暗暝时阵听到，会互人感觉讲有淡薄仔恐怖。保育人员就讲，确实咯，因为安尼这特殊的叫声，互因伫咧罗马行为当中，又搁被叫做是死者亡魂。若伫日时啊，听到即款吼声，反正你是感觉较臭人耳尔。毋过若是伫咧暗时啊听到，就无共咯。同款的吼声，伫咧暗时听到，煞互人感觉毛管孔刷刷叫。对，因为晚上的话蛮黑暗的嘛，所以晚上听起来还蛮恐怖的，尤其是现在，7月半的时候，比较凄厉，比较激动的。这款吼声伫咧暗时听到鸡母皮拢压起来，这到底是什么动物呢？答案就是白暗狗，因是非洲马达加斯加岛顶悬的特有种。
伊的吼声确确是伫个灵长类的动物内底排第2大声的，因为这款特殊的声音，互因伫个罗马的神话内底讲是这个死者亡魂。因为他们的叫声其实非常的难听。那因为以前的人他们在森林，就是在马达加斯加的居民，他们在森林里面听到这个叫声，他们有看到动物，他就会觉得很像有鬼魂在森林里面乱叫。虽然讲这个白暗猴，因的声音听着真硬摇。不过，伊的个性甲外形却生做真古锥。因会记出这款声，除了要示警以外，有当时嘛是咧考伊的判。不过，较侪时间，因是无聊咧罔嗨罔爱，安尼嘛，互保育人员唔知要安怎才好。甲看因安尼这个目睭挺甲大大蕊，含因的叫声实在是差真济。嘛，莫怪讲会互伫遐过这个游客拢会过甲看一下。记者综合报道。下面是一个上新的消息，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53公里的所在，透早是发生着车祸意外，一台轿车驾驶好亲像是因为啉烧酒醉，先去失去控制，弄着护栏了后，速来转变过咧，弄了真大力，轿车规台拢是弄甲密密冒冒。迄个时阵驾驶也阁会当家己爬出来，不过无偌久呢就昏迷了，倒伫个交流道口的这栅栏的外边。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赶紧将伊送病院，好哩加在目前并无生命危险。而啉烧酒开车实在是真无应该，详细原因也阁需要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下面同款是上新的消息，桃园市观音区有一间科技公司，18号下晡4点外，因为这工厂内底人员操作无小心哦，致使着这个双氧水呢，会左岸呢发生着爆炸。有民众开车经过快速道路的时阵哦，有看到这爆炸的情形。详细情形，咱们连线记者来甲咱讲。好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驾驶行经快速道路时，一旁的工厂突然爆炸，灰色的烟雾瞬间冲向天际，随后呢还疑似喷出不明的化学液体。汽车经过时根本无处闪避，仿佛降下大雨般，遭一体淋满车身。驾驶呢还一度启动雨刷，场面相当震撼。那么这是发生在18号下午，目击者驾驶指出，液体喷洒范围相当广泛，而且还弥漫着刺鼻的恶臭味，即便开了空调，但味道还是难以散去。那么经过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初步调查，整起爆炸原因是桃园市观音区一家科技公司的员工操作不慎，导致双氧水储存槽发生气爆，幸好整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以上就是为你掌握的最新资讯。感谢记者带予咱上新的消息，下面同款是上新的消息了。这是伫苗栗造桥乡的思源烟火工厂，拄啊传出着爆炸意外。苗栗消防局赶紧调派造桥后龙、德南等等的这救援分队来抢救，而是毋是有人员的受伤，还是讲有来受困？目前也阁有爆炸原因，拢也阁伫咧了解当中。鸡仔鱼洄游生卵，拄着水坝阻碍，即马有解决的方法咯。美国最近有真侪人伫咧网络顶头就伫咧传咯，有人发明着一种鸡仔鱼大炮，就是甲即个鸡仔鱼潜伫一个半空中的这半透明的缸仔内底，鸡仔鱼就会亲像飞天车共款，规工的路程，干那几秒钟就会当到这上游的故乡。互即个网友拢学了讲，这实在是一个真神奇的发明。甲三文鱼送入去缸内底，三文鱼就亲像在飞天车共款，咻咻咻，唔免几秒的时间就会当完成几落工的路程，下过水坝，登去到水源头生卵。特别像那三文鱼坐高铁共款，这个发明互人伫网络顶的世界团工作人员亲像咧入炮弹共款，互三文鱼咻一个就登去到故乡，所以各行叫做三文鱼大炮。From the fish's perspective, this is a instantaneous transport over a large barrier that they never could have gone over before. 其实这是利用头尾压力无同的原理，甲三文鱼送起嚟的。缸仔内底有空气甲水雾，互三文鱼有法度喘气。这个设备爱美金1000万，超大票3亿1000万，计销是传统的鱼腿的1/6。不过消息公开了后，发明这套系统的务实执行长所小可受气，去讲民众到即马才发现2014年这套三文鱼大炮好用的所在。It requires rethinking the problem. It requires rethinking where are you putting the dollars. 伊嘛已经有更加新的发明啊，唔免再用人工甲三文鱼送入去，鱼仔会家己收入去输送缸内底，全部自动化。So now I'm at the top of the dam, which is 50 meters high. The salmon travel overhead through the tube.
at a speed of 45 kilometers per hour. 有网友烦恼鱼仔可能会有油皮惊遐精，不过布莱温讲，送三文鱼大炮的讲仔是用特别的材料，会当对鱼仔的体质春秋、甲鱼腿等等其他的方式比起来，三文鱼大炮对鱼仔更加优先。伊的公司已经卖20套三文鱼大炮出去啊，希望会当改善三文鱼愈来愈少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水蜜桃真好食，而且伊内底阁有一种豆粉。美国研究讲会当降低鳞癌发生率。详细进行广告了后，报互您知。当《虎毒神探》呢拍续集，谁拿到这个角色谁就赢。比如他们两个，来啊！来啊！飞开！简直听上去就努力一次，努力一次。换气的地方要多练习，这样才不会看起来觉得很喘。加油！哎，你不在就体的同学会买那裤子干嘛？对哦，我要去同学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用指定的部位传接水，瞬间达到指定刻度的队伍即可过关。浩伟跟着角度跳过里面一人的无敌组的长。三眼，我不要散了，我不要玩了。他刚刚洗过脚还是洗脚？他刚刚洗过脚，对。周六晚间8点，综艺《三国志》。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的现场。今日明仔载2天，台湾拢是伫低压地带，规台湾天气是相当的无稳定，定定会落大雨，而且呢是无限什么所在，随时拢会发生。气象局也针对着台北、新北市、基隆、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台南、高雄、屏东12县市发布着大雨特报。嘛，因为落雨温度会较低，全台湾大约是伫28到32度中。拜三开始，高压势力增强，全台湾会渐渐恢复到热天真热的天气。另外，菲律宾东方热带系统发展有形成风台机会，也阁爱继续来观察。水蜜桃唔但真好食，真芳真甜，嘛真济汁，是真济人拢爱这热天的水果。而且呢，华盛顿州立大学上新的研究就显示讲，水蜜桃也阁会当减慢癌细胞成长哦。国内医师就表示讲，因为讲这水蜜桃内底有豆粉，会当呢提升着癌细胞的稳定度，复活节率会当下降，就会当达到减慢癌细胞成长的这个效果。不过水蜜桃呢，比较较贵，也阁有季节的限制。医师建议讲，有时阵会当换一个口味咧，其他水果亲像讲葡萄或者是柠檬，拢有这个豆粉，会当达到同款的效果。一喙大家乐，甘甜汁济，真侪人拢真爱食水蜜桃。不过你敢知影？水蜜桃除了真好食，伊也都会当降低这个灵癌来发生。其实一般来讲啊，就是说水果里面都很多所谓的水果多酚。这多酚这个成分，在很多的研究里面发现，它对于减缓癌细胞的恶化。或者是细胞的这个一直的复制的速度它有它的一个正面的帮忙。根据卫福部的统计，107年查某得到这个灵癌，伊是徛伫10大癌症死亡率的第4名。伫咧最近，美国的研究阁发现讲，若是甲3粒水蜜桃的这个豆粉的养分来取出来，逐工来甲饲这个得灵癌的鸟鼠，安尼这个癌细胞就会较稳定，袂生炭遐紧，达到减慢癌细胞生长的效果。其实癌症治疗在过去的想法都是去毒杀，或是这个拼命的消灭其实我们要去消灭这个癌症最大的问题造成的就是身体自己的伤害。其实我自己也在想说，以癌症的治疗来讲比较温和或者是比较没有副作用的治疗，正面的帮忙会比较好。水蜜桃的价格有较悬，还阁有季节的限制。医生表示讲，其实真侪果子嘛拢有加这款豆粉，亲像葡萄、林芹，拢是袂歹的选择。国健署建议讲，逐工的菜色果子会当照5:7:9的比例，也就是讲，囡仔爱有5份的菜色果子，若大人查某的7份，查甫的9份，这个养分都爱甲吸收的胶匀，照无共的营养成分，安尼才较袂来治疗癌症。记者综合报道。
赶快是医疗消息了，这猫仔狗仔敢会引起着囡仔身体无爽快呢？有真侪有饲宠物的这个有心的妇人人，拢会拄到同款的问题。惊囡仔呢，因为讲这个宠物过敏，或者是讲破病。针对着这个问题，医师就表示讲，其实唔免遮尔烦恼，因为研究有显示讲，红鸭啊，若是伫子宫内底提早接受到这猫仔狗仔的过敏源，就会体前产生抗体，反倒转来呢，可能会降低着新生儿过敏的几率。双手碰巴肚，感觉真满足。下平这只狗仔咧境界是一个真好的境位。因翁仔某两个人，佮参这只狗仔，感觉真和乐。毋过，若是伫咧后摆因生加做人的爸母，佮加一个婴仔出来，安尼这个囡仔佮狗仔是要安怎选择咧？应该不用到那么极端啊，说还是跟宠物择一。那但是如果要还是跟宠物和平共存的话，可能就是要有一些方法。医生表示讲。若是原本伫咧厝诶，就有饲即个猫仔狗仔诶，即个翁仔某有研究显示讲，假使即个产妇伊本身若是无过敏诶问题，若原本厝诶就有饲猫仔狗仔，甚至安会当降低即个囡仔出世了后伊过敏诶即个机会。因为囡仔伫咧子宫内底，若是有提早来接受到猫仔狗仔诶即个过敏源，安尼就会当提早来产生抗体，通来增加伊即款耐受性。颠倒互这个囡仔较袂去得到过敏，不过医生嘛提醒讲，产妇的生活环境要是爱维持较好势的。好，就有养猫狗都要注意，一般的都要注意家里的环境。那再来是说，猫狗也要平常带它们去打一些预防针啊，或是请兽医做一些定期的筛检。囡仔甲宠物我拢爱，这个几个也较敏感的所在，佫爱甲注意。除了讲这个挺生物爱定期来做这个健康检查，注意放射。做这个寄生虫的体检以外，老母伫咧有生28礼拜以后，嘛会当来拍这款减量的破伤风、白喉，也有这款非细胞性百日嗽的混合疫苗。另外，佫爱注意讲，产妇嘛唔通去摸到这个猫仔狗仔的排泄物，这个代志若是拢有全方面来甲张持着，安尼囡仔甲你饲的这个挺生物，拢会当斗打甲真好势，平安顺遂。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麻竹笋即马当就时，而即马业者也结合着在地食材，推出着真侪好食的料理。广告了后，带观众朋友做过来去食看卖咧。当糊涂神探的拍续集，谁拿到这个角色谁就赢。比如他们两个，来啊！来啊，飞开！简决定要做就努力一次，努力一次。换气的地方要多练习，这样才不会看起来觉得很喘。加油！哎，你不在秋田的同学会买那裤子干嘛？对哦，我要去同学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用指定的部位传接水，瞬间达到指定刻度的队伍即可过关。到尾跟着角度刻度里面1人1组的长。刚刚洗过的还是刚刚洗过的对。周六晚间8点，综艺三国志。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手路菜要带观众朋友来去食好料的，食竹笋，阁会当看棒球。热天呢是食笋的季节咯。台中这麻竹笋即马当大出，餐厅业者就顺这个势推出着竹笋美食嘉年华。8月14到25号这2天哦，卖办600道，全部使用在地食材，享受特色竹笋享宴以外呢，也阁要送台中棒球馆的门票，会当去就在棒球场看精彩棒球比赛。大坑的竹笋切切的，炒新社香菇含大安的猪肉，煮出一鼎古早味的竹笋糜。另外，杏鲍菇炒竹高笋，也阁有南投的生笋、炊鱼仔，也是笋干烧开裤。这一道用当钓时的竹笋做主角的料理，一旁上道。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拢学了解特质。吃得到原味，笋子很新鲜啊，然后食材也不错。全国上大的麻竹笋产区，就伫咧台中太平。热天食竹笋当钓时，滋味是真鲜甜，口感嘛真幼腻。为着要做出竹笋又阁好食又阁健康的滋味，刀子师是用尽办法。营养的元素啦，以及风味啦，完全都融合在这个汤品里面。
业者顺势推出头一届台中德顺美食嘉年华，8月24到25号2天，要来杀600块桌，每一块桌只要3888块，免收服务费以外，搁送棒球故事馆的门票。也特别情商的这个兄弟象棒球队，刚好那一天的2场比赛是跟南米狗在做比赛。要让大家吃好料的，搁会当来试看卖台中各地区生产的特色农产，真正是真会好。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食春啊，也来平湖食这个东阿米糕。伫平湖有一间古早味的东阿米糕，最近店内底呢有加一个少年妹妹出入直。原来这是头家娘查某囝专工按高雄倒来要学功夫，打算讲学好了后要安怎做的时阵，就要去高雄来开店。因为讲伊生了真水，身材阁真好，马上就吸引袂少人客眼光。其实家己嘛有淡薄仔名哦，伊是职业的小 girl 甲夜店 DJ。卖场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因为妈妈嘛生了真水，根本就是拢袂老。袂少人佫了解讲，因两个是姊妹啊嘞。大家有什么？白肉跟米粉。穿白衫来斗打乌色的底裙，这个身材真好、生做真出桥的水姑娘啊，佫伫个米糕店咧无闲，安尼引起真侪在地人的注意，嘛请真侪人客来甲看。牛仔味米糕，好吃哦！原来伊就是头家娘的查某囝，最近才转来平湖，想要学老厝的好手艺。因老母嘛生做真水，同款有真好的身材，看到敢若亲像拢袂老同款。他们是母女。不然呢？你以为是姐妹？以为是姐妹哈？因母仔囝两个人看到亲像一对姊妹仔花，其实这个查某囝佫不止啊有名，是这个职业小 girl 甲这个夜店的 DJ。伫咧网络顶悬，伊个人的这个卖场都约要有8万人。IG 确实是有真侪这个真水的相片，嘛会伫顶头来斗宣传因家己做的米糕。即便伊甲工课甲放落走转来平湖，就是希望甲这款古早的滋味甲传到这个高雄。因为很多台湾的朋友都会就是吃过，然后就会说，很好吃，就是都要叫妈妈再寄过来。可是其实澎湖到台湾的运费其实很贵。伊毋那面子啊生做水，伊做工课嘛足拍拼，互厝边头尾拢真甲学老。即马伊想要传承这款从细汉食到大汉的好滋味，通来满足异乡游子的思乡情怀。记者综合报道。业者为着要吸引人客上门，真正是想尽办法，发明创意的产品。由中药行甲爆米香业者合作，推出着中药爆米香，也佮有做香的业者用红枣做成这半杯香。中秋节就伫要到咯，业者呢也特别推出着西瓜2仁的这个月饼，外表看起来真特别。搁甲试看卖，总算拔着上杯啊！这个小姐笑甲真欢喜，不过斟酌甲看，这毋是真正的上杯，是香做的。宜兰打开一间香店，为着要来斗打中元节，向用去想着讲用红壳来做这个上杯形的香。另外中秋节嘛要到啊！业者家度来杀出这款西瓜2仁的月饼，这个特殊的外观，让民众一直摕手机来甲翕袂停。鲜奶面团加了红曲，还有红曲粉，再加了一些那个草莓。业者激头壳来发明这款创意的产品，也就是为着要请人客来看。嘛有中药行甲这个爆米香的做伙来合作，杀出这款汉方的爆米香。互食过人拢学到甲会得知。它闻起来就是也有中药香气，我觉得很不错。因为平常在外面吃不到这种口味，本来想说会觉得怪怪的嘛，可是就吃起来没想到很搭。肉水花鲜榨橘子跟我们的甜美做一个酸甜口感，很适合夏天吃，酸酸甜甜的，然后很有夏天恋爱的感觉。业者开发这个13路滋味甲绿花鲜猪茶这2种中药口味的爆米香。过来用这款中药店古早手法虎头包来甲包装，安尼做出新的滋味，互民众食甲真欢喜。毋那民众食甲真欢喜，业者的鲜仔头嘛赚甲888。记者综合报道。身上的拍续集，谁拿到这个角色谁就赢。比如他们2个，来啊！来啊！快看，简决定要做就努力一次，努力一次。换气的地方要多练习，这样才不会看起来觉得很喘。加油！哎，你不在就体的同学会买那裤子干嘛？对哦，我要去同学会。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
定的部位传接水，瞬间达到指定刻度的队伍即可过关。浩伟跟角度操作里面一人都举例组的长。我不要散播了，我不要玩了。他刚刚洗过脚还是洗脚水啊？他刚刚洗过脚，对。周六晚间8点，综艺三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西兰山活有区内的。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开始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高级的香港美食啊！来这边就是要吃定式。通基本呢，就是一般的这个一般家庭的早餐都会吃这个。哇，好美哦！来这边就是要喝一下啤酒啊，有明星花露水的味道的啤酒。昏迷啦！它是米其林有认定的小吃店哦。一代人活100年，4代人不就400年了？鱼脆心软，让我好想回去拿泡菜。王小弟继直剧场后，全新戏剧突破，真实案件改编，双线故事，跨国合作，平行开展，交错解谜。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这是咱大咧新歌以外的杨丽花，这是咱每日少年的杨丽花，这嘛是咱历史夜梦的杨丽花。食饭配歌戏的时间又过来了，后尾咱12年以后精心制作的好戏，杨丽花歌戏忠孝节义，敬请期待。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项目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的，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3, 2, 1, 0.
警察！真是一群白痴！不要再联络了，那两个鬼，你还跟他联络干嘛？我可以等，观众可以等吗？拿了那么多钱，你干嘛还这么辛苦卖鸡饭呢？闭嘴呀，八婆！这50多岁了，我拿什么怀别人？对不起。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三糊涂身上的拍续集，谁拿到这个角色谁就赢。比如他们两个，来啊！来啊，快看！坚决这样做，就努力一次，努力一次！换气的地方要多练习，这样才不会看起来觉得很喘。加油！哎，你不在秋田的同学会买那个是干嘛？对哦，我要去同学会。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用指定的部位传接水，瞬间达到指定刻度的队伍即可过关。到每个人角度刻度里面1个武力组的长。刚刚洗过的钱还是刚刚洗过的对。周六晚间8点，综艺三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欢迎收看新闻的现场。台湾的珍珠奶茶曾经在日本引起着3届事件，这2年呢更加是请甲抓袂牢。之前东京关小新开幕有一个主题乐园，东京粉圆乐园，就是用这珍珠奶茶为主题，也吸引着真侪爱啉珍珠奶茶的民众来这个所在佚佗。面对着台湾这个粉圆遐尔受欢迎，日本的养鹰业者呢嘛输人唔输阵，推出着因家己的产品。新闻最后的带观众朋友再来去看卖咧，我是谢美玲，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会。身上的拍续集，谁拿到这个角色谁就赢。比如他们两个，来啊！来啊，快看！坚决这样做，就努力一次，努力一次！换气的地方要多练习，这样才不会看起来觉得很喘。加油！哎，你不在秋田的同学会买那个是干嘛？对哦，我要去同学会。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